之前我哋講話低空經濟，大家會諗起無人機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大家都會諗載人得唔得㗎啦？咁其實就係今日我哋嘅 eVTOL 係第一個喺香港試嘅無人駕駛電動垂直飛行器。今天我哋會試呢個 eVTOL 啦，係我哋國家唯一一款成功獲頒發4個證嘅飛行器，亦都係全球首款具備完整商業運營資歷嘅 eVTOL。我哋亦都已經清楚將香港定位成為亞太區低空創新應用嘅樞紐。我哋會繼續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。嚟緊呢，我哋會研究為非傳統航空器啦制定一專屬嘅法例。2027年係將相關嘅法例啦放入去立法會同議員共同商討。最緊要就係有一套靈活而且具前瞻性，亦都確保到安全嘅監察系統。特區政府喺2024年已經成立咗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，全力推進發展低空經濟。喺特區政府嘅支持下，我哋數碼港將會進一步擴大低空經濟創新應用嘅測試空間，結合數碼港低空經濟嘅生態圈，匯聚咗超過20多間專注研發無人機應用同埋低空經濟相關嘅企業，全力去推動相關產業嘅發展，係為日後開通跨境客運物流嘅低空航線奠下一個關鍵嘅基礎。我哋期待與特區政府同埋業界伙伴攜手，營建更蓬勃嘅低空經濟研發應用同埋產業生態，吸引更多海內外創科力量嘅匯水，一齊助力香港建設國際領先嘅低空經濟創新樞紐。